新竹宝山有一间1991年成立的艺术蜡烛工厂，佢当时拄好喺外销市场开放的时期，生意过好做。不过，里面几多产业唔系使去别的国家，都系返港的。工厂负责人李元美同王忠德过不久爱使去中国大陆。2年过后，美国呢扣几多嘅禽兽税，两公婆是有门困难，还做得做嘛嘅？故所以能家庭几多自家嘅故乡推翻，要将本地嘅工厂改做教室，除了继续设计开发制作，要进行观光教育，让大小朋友穷下来做蜡烛、认识蜡烛。林秋莲、冯阳山带俺哋去看下先。现在这边呢有很多的颜色，有没有？这个蜡块，这个蜡块呢，等一下我们就是慢慢的一块一块的，你把它放到你的那个模具里面去。如果你喜欢什么颜色，你就放什么颜色。就当日代各种世界蜡，看起来从东河世界翘起嚟。小朋友都调解撒去自家种植嘅色，出表到每个地都去。哇，好棒！你看，用你的小手，啊，很好，很好。对。老师是加暖吗？小朋友在放这块的时候，就是把竹芯放在中间，放进去就好，不要用力压。那这个大块的可以吗？哎，太大块就不要放，我们要小小块放。呢位係為財新竹寶山嘅主建蠟燭觀光工廠，無論係提議細緻，呢度咧都搞得當歡喜。用好蠟過後，撒下來兩鋪是當出繞。這個是滾燙的蠟哈，這個很燙的哦，這個有100多度哈，可是它不冒煙哦，可是它很燙哦。我們現在把它倒下去，好，然後這個蓋子把它罩起來，我們用這個機器來抽空氣哦，那小朋友就會看到有冒泡泡啊，空氣要離開就會帶上了泡泡。到處咧被灌水喊那燒嘅蠟燭，出開始出空氣，小朋友撒就好就奇怪。下嚟，那路被嘅石膏擦太過後，浸啲水度10分鐘，半幾冷，作品就出來了。現在我們已經泡過水了，對不對？它是不是硬硬的？很硬哦。那我們用我們的左手拿着我們這個模具，然後輕輕的打開。對，做蠟燭要學細心哦，要慢慢的哦，好，來，弟弟來試看看。啊，手上拿着，媽媽扶着，由媽媽端着，然後妹妹開，要慢慢的哦。對，好。到末個一張一張擦下來，出牆係擦地不窮肉，小朋友歡喜嘅容兒，唔是講就看得出來。看到挑戰眼睛嘅視頻，都惡滾，沒動入尋求感。那是什麼？是一整個都貝殼。貝殼啊，很漂亮哎。謝謝。你拿着。這的是魚。你喜歡做魚是不是？喜歡。啊，你用了什麼顏色？我用了藍色、紅色、黃色，還有銀色。你是第一次來玩嗎？不是。玩很多次了。對。做蠟燭啊，各有新鮮感啊，幫小朋友有創造啊，嘛幾好搞，好多可以個細心地嘅，啊個掂下來可以輕輕地做東西，啊欣賞個鬧嘅東西安尼。他們回去晚上的時候要睡覺都會點着睡覺，就燈關掉然後點這樣，對啊，然後就香香的這樣，都很喜歡。對。
啊，对，这边是烫的哦，我们这不要摸到哦。这样子就平的。对，你看，它这样就会变平了。油是什么？哎，这个是蜡，蜡是融下来咯。看，哇，有没有平？有，好，来，这是谁的？你的。好，姐姐帮忙拿，好棒。越送越送，當其他嘅母親未全面咧立足剛剛工廠着起，留教育工呢老師嘅辛苦。因為有蠟燭做出來，撈一般嘅蠟燭冇強咗，唔係講拍拍嘅蠟燭，綁嘅蠟燭一支一支，係我哋係要前到嘅造型的咧，所以成日咧會前歡喜很有成就感。通化精靈、類似蠟燭、宗教蠟燭，還有充滿浪漫氣息嘅破樹蠟燭，嚟到千變萬化嘅藝術蠟燭，都係連遠每老風中的設計開發嘅。1990年工廠成立，都好係台灣外銷最後嘅時節。藝術蠟燭定外銷市場後都數份額，未傳嚟1到錢。我都是想讓人做冇窮人，所以一家做一家識嘅蠟燭，我想外國去，家下是這是前度啊，做錢係外國嚟，梗係美國嗰啲嘅蠟燭嗬，做錢嚟對台灣人，對台灣人賣嘛，家下真緊錢好做。該料是前採一種田蛋出30吃飯，只見將7、8殺嘅工廠，當張眼睛一日出咗500公萬。不過睇嚟全球經濟唔景氣，傳統產業提升受到影響，廠商生存危機。蠟燭工廠業務量每棟價90到10億以上，過不久未到重新轉移中國。食材是冇上嘅事，不過熱天來去啊，而改片。一片台灣搶1屆公園啊，改片搶10屆啊，所以該是價是差錢多啊。當冇簡單穩定下來，不過天公包本嘅考驗從下望天。5年過後吼，是美國改片啦吼，伊要扣嘅安怎傾銷稅，你從大陸出去啊，該貨吼，差唔多100萬元佢扣125萬元嘅稅。扣錢高啊，所以到大陸去咪做唔得咧，還是轉來台灣。不過轉來台灣，問題並冇解決，佢哋用嚟2年嘅時間思考用辦法重新開始。轉型困難，還是想講，這家你下有乜嘅資源，選頭最容易拿到嘅資源啦，係用來轉，所以家下是想，這家冇按到啊。咁每日開差唔多，我都預算起來，差唔多有1300人種啊。台啊每日那些每日啊，1300人種。安個我是安樣用每日來玩講，年客來自家來做，來用蠟燭嘅文化行出去。唔係講是做蠟燭甜點。这个蜡那它都会断的，有时候断它就用焊枪，焊枪是可以接它。有时候像这个毛啊，你就可以用很小的工具去把它，就是说把它重新就是刻过了，就很像，就这个就是蜡雕刻完以后，然后再就是用吹风机大概我稍微这样吹一吹，它就亮亮的，就会保持那个平整。小樽嘅蠟燭就定陰道轉移，高溫融化高效嘅蠟燭高度可塑性，風中的流電越美，可能出現係佢哋所種植嘅蠟空肉，遇到嘅困難唔用聽，環境在艱苦，出入為變土，用冇空肉嘅姿態面對各種挑戰，等你機會到來，變走將嘅蠟燭，技術照亮未來嘅路。